结婚可比跋筊，归途中路，毋是专赢，就是专输。请收看《闽南语连续剧》一成言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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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志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一命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志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。好啊啦，莫搁啉啊啦！你来啉吼，你是要啉好死哦啦！船长伯啊，我甲你讲啦，秀明哦，伊今日去逼伊去做饼扫，伊是咧糟蹋伊家己，咧苦度伊家己，你知影？伊今日吼，伊是为着要减去家己心肝头的压力、痛苦，嫌过我看咧目睭内，我真正唔甘，我真正唔甘，你知伊遐做啦！啊，你嘛听我讲一下。啊，秀萍叫文昌时，啊，你嘛是甲我讲唔甘，啊，即摆秀萍叫互你，啊，你看文昌无死，啊，你将秀萍搁送互文昌，你同款嘛是唔甘，啊，即摆秀萍伫病咧做清洁工，你也唔甘，哎呦，你敢若嘴晓讲，是啊，你不要行动啦，我吼洗目睭，唔好看着后头看啊。你安尼有在开一间公司，遮大间，赚遮多钱，我实在真遐味。你这钱是安怎赚？是毋共怪共骗共抢的啊？哈！你船长伯，你都唔知我业啊生是倒位？人讲朋友妻就不可欺，对唔对？啊，我参文章敢若袂输亲兄弟仔，伊对我有情有义，我敢会用你遐无情呢？变来用你真正来无囝，对唔对？船长伯啊，你互我拜托一下啦！你哦，去甲好正一下，高正伊转来，莫去做，转来甲文章因规家人团圆，安好无？拜托个啦！我感觉秀萍哦，真有志气啦，会去甲你交了，家己赚家己开啦，才无亲像你咧。我坦白甲你讲啊，秀萍这个工作哦，是我替出的啦。啊，你嘛咧老冤等什么？你甲介绍哦？啊！你著明明啊知伊身体无好，等伊遮济啊，伊去共做表砍会砍你。啊，讲话你实在是哦，毋是我来讲你。我老反对啦，我老实来讲啊，就秀萍叫文昌时吼，你个代志我就无要插啊啦。佮叫我去甲做证婚人，我真就歹去，你知无？好啦好啦，莫插你就莫插啦，我若无咧稀罕啦，我是代念讲你时大尊重你，今日你甲我做这项代志，叫秀萍去食头路，这条我真正真袂谅解你。你时大无毋对，我尊重你，不然个我嘛要甲你讲。就拿你无去吼，我看你无，以后代志我无要插你啦。无人，陈女啊，等是要去倒位？你转来啦！你嘛转来甲我讲话啊！你若话你就要走，船长伯啊！你代别安尼我你家己啦！我你家己啦！转来好无？
真来了我。你若要安尼糟蹋你家己啦！我会鼓励你转去，嘛是因为你会当转去，互文昌甲你疼爱，互恁下人一家人团圆，互玉清甲玉清因甲你友好，互你享受后半世人。爱要安尼啦，就算讲你唔转去，无你嘛倒转来遮，这间房间永远空空伫个。你要安尼糟蹋你家己，你哪会要安尼？你哪会要走去共做摒扫啦？敢讲我鼓励你转去是唔对？敢讲我鼓励你转去是唔对的？你哪会着去共做摒扫啦？志强啊，志强，志强，七早八早是走去倒去啊？我才想讲哦，来甲报一个好消息，讲，嘿，即马这李秀萍去病院做亲戚工，安尼是毋是表示讲？伊决定无要搁转去杨家，安尼我叫志强紧搬转来，啊，阮一家口仔就会用个享受幸福快乐、荣华富贵的日子啊，嘛袂有人来搅了。是讲倒是走去倒去啊？我是毋是即马来去病院甲探看卖啊？伊是毋是决定真正无要搁转去杨家？
摒扫，哦，真无简单呢。秋月啦，你来找我有啥物代志是？无啦，我都听天生阿讲吼，你伫病院替人摒扫。我是想讲哦，以早你是杨家的头家娘咧，免哪有可能来替人做摒扫的？我就专工来看卖啊。嘿，李秀萍啊，你以早伫杨家的时阵有使用人，还佫有看护呢，即马伫遮替人摒扫，敢有法度？会伤忝无？安尼敢袂伤委屈哈？袂啦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哦，安尼吼，安尼我佫问你一句啦，是讲你即马家己食头路有伫趁钱，你敢会佫转去杨家？秋月啦，你放心，我袂倒转去啊。天生哦是你的，我袂阁去搅了你。安尼哦，有你即句话我就放心啊啦。无你无用，我先来走吼。阿母，玉清啊，你哪会来啦？我来看你啊！阿母哦，搁伫无闲啦。已经要中昼啊呢，恁病院无咧互休困哦，你敢免食饭？毋是啦，阿母吼，迄玻璃切了后就会当休困啊。我甲你斗切啦。哎呦，玉清啊，这是阿母的工课呢。敢讲你要抢阿母的头路？无我伫遮等你，等你也无闲煞，我带你去食饭。免啦，病院吼有替阿母传便当啊。玉清啊，来啦，便当，紧食，哈，紧食。阿母，你三顿拢食病院的便当哦，安尼免哪有够营养？玉清啊，阿母吼，即摆有饭通食就足满足的啦。而且吼，你唔通看轻这便当哦，迄内底饭啊菜吼，拢是阿母靠家己赚来的呢。我食你的便当，你咧？阿母老啊啦，阿母袂要紧啦。颠倒是你哦，你咧当大人呢，千万唔通枵着，爱加食淡薄。来啦，紧食啦，哈。好，我食。会当食到阿母你辛辛苦苦赚来的便当，我相信饭一定足香的，菜里足好食。玉清啊，你即摆是安怎啦？阿母，我真正做唔甘你伫遮食头路啊！你对我回来好无？我想要好好友好你。我的海角天，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心声。玉清啊，你遐尼大汉啊，阿母吼，从来都唔捌互你啥物过，嘛无好好照顾你，到即嘛敢若会当互你这便当食尔。阿母无尽到责任，哪有啥物资格互你友好啦？阿母，我从来都捌怪你，而且阿姊伊嘛无咧怪你。其实，伊嘛毋是真正咧怨恨你啊，伊嘛足爱你，足关心你的，伊嘛足希望你会当倒转来。我知影啦，伊无毋对啊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假使过去阿母会当较坚强呢，咱母仔囝嘛毋免困开啊，恁遮地也嘛毋免食遐尼济的苦。阿母，迄拢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，咱甲过去拢放袂记哩，好无？我就是想要甲过去的代志拢放互袂记咧，毋再会去病院食头路。阿母，玉清，你都莫勉强阿母啊，好无？你还阁少年，阁有即侪代志，你还阁袂当了解。也毋过阿母甲你保证，我会转去，我一定会转去。只不过毋是即马。安尼是啥物时阵？等
阿母感觉讲，我无亏欠恁家弟啊，无亏欠恁阿爸，无亏欠恁田心节啊，无亏欠任何人的时阵，我就会转去。旅馆，你来一个人一个食？你是要创啥啦？那就没有了。我出来者，带你顾一下吼。哦，你别顾。我要来打电话给一个朋友，假使若是无来，安尼就无啥物趣味啊。小青，你最近拢无去学校读册，你功课对人会对无？我家己的代志我知影要安怎做，唔免你烦恼。小青，你自透早就出去，甲即马还回来，你是毋是？去找阿母，我去陪伊，找咱迄个做清洁工的阿母。伊好无？中昼的时阵，伊将伊的便当摕互我食。下晡，我就留伫遐陪伊做工课，看伊摒扫，看伊拭窗仔门，看伊倒粪扫。有的时阵徛，有的时阵哭，有的时阵跪。伊就是无时间坐来好好休困。我看伊头毛遐尔白啊，想要替伊做，啊，毋过讲啥物伊都毋肯。你讲伊安尼好无？我的海角啊天，讲生命提出心心。喂，是玉清，彼添仔，我今晚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
什么消息？王美官即马甲我做伙，唔知影你想要来落城关一下。你想要对伊安怎？来你就知影啊。恁伫倒位？你讲啊！恁伫倒位？讲啊！好，我知，我随来。姐姐，姐姐。你奶奶，你这个精神！来怀疑，除非你不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你是阮唯一，我要用真心。